人人都在变，哪有什么老样子？昨天和今天存在差别，今天和明天也不尽相同。这属于宏观无常，而站在微观角度，不仅昨天和今天不同，走进教室的你，现在的你，离开教室的你，也不是同一个人。而且前一分钟的你，这一分钟的你，后一分钟的你，也不相同。乃至前一秒的你，这一秒的你和后一秒的你，也不是同一个你。这一秒又可以分成很多刹那，其中每一刹那的你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人王护国经中说，人的一个念头可分成90刹那，一刹那有900生灭。一般人只能察觉粗大的心念，比如一念愤怒或一念贪欲，实际上一念可分90刹那，一刹那又有900生灭，可见生灭是非常微细的。不过这种观察方法也不难理解，物理学中把一秒分成 SV 秒纳秒乃至普朗克时间。据说普朗克时间10⁻34次方秒是可知的最小时间单位，